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咱咧讲兄弟若共心，铁嘛当变做金。兄弟啊，做伙开汤包店，生意好甲做甲袂得去。台中这间汤包店上出名就是青虾仔汤包，虾仔大尾甲含汤包都包袂牢，半尾虾仔留伫外口，若是真特别，虾仔肉脆脆，同款嘛是真好食。头家林宗义过去伫上海食过灌汤包，这个食就食甲条，找餐饮科出业的小弟做伙开店，卖创意汤包。前半年因为无知名度，生意上歹时一天干那卖7人尔。该在因无放弃希望，慢慢啊做知名度出来，开店2档，今摆已经变做网络拍卡出名的店。它这边的皮比外面的还要薄很多啊，然后就是夹刀很小心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汁。细粒包仔一个芳肠刀，刀还阁咧穿白眼嘞。不过人讲小惊大喙，真侪人都安尼一粒刷一粒，一直甲塞咧喙孔内底。看这个遮青的虾仔汤包，还阁有半截虾仁舀伫个外口，这看着实在是有够青笑的。有真侪人客拢是兴这味的才来吃。一整个很大只啦，然后它吃起来的是那种口感啊，很脆，而且吃起来的时候，整个是那个很鲜。这个虾仁是安尼肥个大硬，甲规个拢甲包入去鸭内底。虾仁的细数大甲连汤包个弯袂条。甲看这个细粒包啊，包括遮尔啊把甜个10煎，火光一个甲烧落。这个皮会使讲是薄甲会汤光，毋过食的时阵爱较张弛咧，一喙若甲加落绝对会全汤。因为它虾子很大只，然后它的汤很多，所以咬起来就会爆汁，然后就会烫到。互人客遮尔啊介意的，还阁有这味。甲看伊的外口沿是安尼真平常，不过伫内底是有藏包，逐个内底拢有包1-2粒这个肥壮壮的青蚵，这含肉餡甲斗搭起来，通互汤汁食着特别清甜，嘛添添真侪海产的青气。参猪皮豆豆啊，甲烘做油皮冻，安尼就通互鸭饱满落加汤。这都要先冷藏1-2点钟，才会当甲包入去面皮内底。逐工干那为着这个串料甲包鸭，啉有温，都要提早几落点钟来店内先串好好势。伊从细汉就真介意入厨房，自餐饮科系毕业了后，嘛捌做过真侪出名的连锁餐厅。伫个几落年前，伊和因仔兄林宗义伫上海食着当地出名的灌汤包，结局一个食就刁喙。安尼嘛引起因兄弟做伙创业的念头，因总是有迄落亲像出泉水安尼一直问出来的创意。因阁甲牛肉含起司，拢甲包入去汤包内底，甲吹熟了后，有够嘟嘟香气的这个起司，就放入去牛肉汤内底。这款做法，互人客安尼看着真会上目。牛肉汉堡上面一定都会加起司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尝试看看，如果说我把它用另外一种形式加入到汤包里面，行不行？开发出这种口味，佮正式来甲开店。不过，打开始的时阵，甲创业想甲伤简单啊！伫个前半年根本都无知名度，上惨的时阵，一天干那卖出7笼包啊尔。一天卖7笼，我跟我弟说，不然明天就把铁门拉下来，我们再去工作好了。对啊，你看一天卖7笼，我们连自己吃饭的钱都不够。1年了后，生意才豆豆加压起来。即马店门一个开，人客都安尼小刷咧来。我觉得做吃的，你宁愿在乎多一点利润，我不如把最好的留给客人。其实，当然我的食材成本会高，但是我的客源不会少，因为我的东西就是有品质的保证。拄着困难，因兄弟拢毋捌放弃，就是要拍拼来维持这个好滋味，靠这款平平美食的煮汤包啊，成功来拼出因的名声，嘛完成因创业的愿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